問 AI， 嗰5個值得睇嘅講咩？我問下 Google 嗰個先。根據我揾到嘅資訊，以下是一些值得看的香港 VTuber： 1係如月留美啦，2係子瑩啦，3係嘉羅，4係米亞，5係尼哥魚。係5個都真係講咩嚟嘅，好唔好？我唔評論啦，一切都係代表 Google 個 AI 嘅立場。我哋試下問 OpenAI。OpenAI 講咗5個啦，第一個 MK 妹啦，OK，第二個係貓葉英瑤，第三個麥金，第四個係笑波子，第5個係假專行。佢個 description 係近期出道的香港 VTuber， 有啲乜嘢啊？我哋用 DeepSeek 問啦，係 MK 妹背景，點解背景好似講到佢衝緊，點解好似衝緊人塔咁？因為佢背景係呢個係 DeepSeek 鳩噏緊嘅喎，唔係衝緊人塔嘅喎。我驚我唔小心衝緊人塔，what the fuck？第4個、第5個係乜嘢嚟嘅咧？我唔知啊。所以我唔用 DeepSeek 噶，因為 DeepSeek 個太傻逼啦。